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24回。我是鸟豆，佮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问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23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光才有甲咱斗起这个网站，佮有阿明、小嘉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湾通信这本册，甲前23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搁有读册心得的发表，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有啥感想，会使甲你的读册心得写出来。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社论反驳母语沙文主义，感叹爱家己主地，会晓讲台湾话，台湾人爱行的路也真远。作者是林清祥先摆。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75页，线顶67期第一页。第二篇是河洛台语是汉语的一种。是闽南的方言，作者是沙介先摆。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76页，线顶81期第2页。无册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页买，欢迎来到顶读册。以上是我的规定。大家敢准备好要读册啊？第一篇，第一趴，敢有啥物来？两只野手。无，我是要问，是迄个沙文主义啊，沙文主义。我查是沙文诶，毋过我毋是台语的。外来语的迄个直翻啊，嘿啊，看安怎较挖迄个原文的声音就会使。你好，你敢知影原文是啥？迄个词是法文哦，所以可能爱查迄个法文的发音。嘿，这伫 Google 会当找着 Google 迄个 Translate。嘿，大家去听一下，若是较我沙就读沙，若是较我刷就读刷。嘿，林清祥先摆一篇头一趴，敢有啥物来读？无，我先来，这段较济。感谢两位。昨7月7日下晡去台北参加伫台大校友会馆举行的记者会，而且伫随后甲教育部长杨朝雄的对谈当中，要公开要求伫9年一贯新课程内底，爱将本土语做国族群学童的必修课。出席记者会的人，除了媒体记者以外，拢是多年来积极推行本国语言的个人甲团体，拢总有要到50-60个，表示关心母语生存的有心人士有够济。好，以上。感谢梁志，甲咱读个一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敢有？无吼，这趴敢若较无问题。安尼第二趴，敢有啥物来试看卖？我来。感谢暗公教。教育咱国内学童本国语言是国家教育体制的本分工课，嘛是人民进纳税义务了后，有权利要求代表国家的政府应该负的责任。这是天公地道的代表，是安怎爱搁举行这个记者会呢？因为多年来，教育主管机关制定语言政策的国语推行委员会，拢是互大中国主义者把持，从1940年代尾期，才来到台湾的华语，独尊做啥物国语、本国语文，颠倒像台湾人几百年来所讲的话，原住民语、客语、台湾话，拢归做乡土语文，地位无平等，嘛无受重视。这是典型的乞食赶庙公的恶质行政。所以若讲过去，咱的政府教育机关毋若对本国语言的教育做无够，
半世纪以来，阁是直接压制甲抹杀本国语言的用手，有时之时应该是无意义。虽然教育部长捌出过几个所谓台湾人，但是因简单会晓做戆官，毋但无勇气、无胆量、无魄力，嘛无能力，通做即款维持台湾人基本尊严的代志。即马新的部长听讲是出身清寒的台北县水塘人，阁有台湾心，开会中间有法度回答重点的少数人之一，所以大家对伊有盼望，希望伊会当虚心接纳人民的声音，将大中国意识等协甲展现勇气甲信心，打拼母语的教育甲发展。以上。感谢暗公教，暗公教甲咱读个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八旗，感谢单咯。歹势，我想要问迄个啥，伊拄则读迄个地名，实际的古早地名，敢是读做水番卡啊、水塘卡？即个问题，我们是想讲要请问讲，敢有人知影？教育部司长记是水塘卡。对，好，多谢。伊是迄个档是迄个第二条档呢。嘿，对，好，水塘卡专门注意的迄个发音嘛。敢若是小闽人。所以应该是小米，所以应该是大量抓本啊、沙本、小其实。感觉拢无我。嘿，对。会当直接讲话吗？会使。就是拄啊，伊念着无勇气、无胆量，若应该是无魄力吧？伊拄啊毋知是念啥，伊敢当是念无魄力。我就是讲，我会讲无魄力，安尼讲对。应该是对啦。敢会使请问你？要安怎称呼？无你叫我面的就好啊。面茶。好，感谢面茶甲咱的补充。即趴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有啥物意思？第二组，我先讲吼，第二组迄个啥物嘛是人民尽纳税义务了，迄个原条应该是第4条变掉了，变第3条。咁啥物道理？迄个阁是个有识之士，即个是华语对无？嘿。好，安尼不差。因为即个我查无，感觉有。阁有一个迄个，所以若讲，还是要讲，所以若讲过去咱的政府机关，迄敢若变掉。所以若讲过去咱的政府，暗公只是讲，所以若讲，伊列第2条。系啊，即大家会当讨论看卖。我是读哪讲啊？系啊。我嘛是念所以若讲过去咱政府，我嘛是念讲。歹势，我要讲一个，就是其实我是顶礼拜才拄学白话语啊，所以你讲什么调，其实我阁无写清楚，恁讲什么第几条，还是什么变调、长调。我无写清楚，只讲一个啊，你就讨论安尼，我记得我就读者听好啊。其实咧变调毋免的确爱去记，系啊，你用迄个上自然的讲话方式甲讲出来，系啊，久了你就知影讲，第几条安尼啊，系啊，我当初咧学的时阵，我嘛无调工去记，我就是当做自然在讲话安尼，用自然讲话安尼去甲讲出来安尼，系以上。面茶是顶礼拜才学的白话字哦。毋过你的台语讲诚好，你若台语讲诚好，要学白话字就诚紧。即趴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那么第3趴，敢有啥要来甲咱读？我来读啊。好，感谢单咯。杨部长伫会谈中，以伊本身的经验讲，伊无法度用家己的话讲。
讲课，嘛袂晓将学术上的一寡观念用台湾话充分表达出来。伊嘛了解，咱台湾人讲的话，有诶毋是已经死亡，剩诶就是强要半小死。真佳在杨部长家己嘛承认，武艺需要抢救，可见咱这侪年来所讲的话，毋是无人知。上悲哀，阁上互人怨叹的是，伫教育部的课程委员会内底，所谓的专家学者，伫新的9年一贯新课程公要语文领域内底，抑阁是将华文定为本国语言必修以外，原住民语、客语、闽南语、台湾话3种台湾乡土语文列作选修，伫制定政策方面，就会拄到即款的困境。长期以来，强要无法度突破，伫媒体上障碍阁较侪几若百倍。咱会当摕最近一个例来说明。好，我先读到这。感谢丹咯，甲咱读了即趴，大家讲有啥物技术、啥物所在要讨论？谜题请讲。我毋是谜题啊，我是我细林啊，伊叫我林的就好。林咩？歹势。我是讲用家己的话来，主要是量讲课。我是讲会当即个讲，敢会当讲是讲课，因为我拄则听丹路伊是读讲课无毋对呢，对无？丹路再讲。我是读讲课。我听着歹势。以上。好呗，感谢林先生。咪多人请讲。第二组的学术上，拄则我听到是学术上，伊原条是第8条，变调变第3条。好，感谢咪多人。感觉你有无共款的读法嘛？当摕出来甲大家讨论一下哦。我无。你无吼？安尼感谢丹咯。刷落去第4趴，敢有人要来读？好，我来读。感谢德鲁。6月24日，自由时报的轻强节作者朱日熙写一篇题目叫做《母语刷文主义》的文章，以下简称母文点落来的部分有5点，先线改写做台文。讲到这个南部庄脚囡仔写批互美国读博士的小弟，错字连篇词不达意，不忍续读，讲是因为除了读专科的时阵有说国语的机会以外，毕业转去伫厝里做田，拢生活伫台语世界内底，所以写批的时需要先将台语转换做国语来思考，才会当写做文字。当句用台语思考，突然间需要转换的时，就会出现文字表达的脱碍现象。佮讲，还我母语是一种受迫害意识下的产物。如果各族群的母语意识高涨，大家各说各话，各抒其文，这个社会安怎会当沟通甲融合呢？任何教过外文的老师拢嘛知影，一个满口台湾国语的学生，外语一定学袂好，发音必然袂准。哪会感觉即趴拢是外语？好，先大家食。好，感谢德鲁。即趴无好读，真正。德鲁读了即趴，大家有啥物技术、啥物所在要讨论？迄个啥物第2章摘落是跌落，拆落来是掠落来，我感觉拢嘛 OK， 啊，毋过我无了解伊是安怎会用这个汉字，嘿。好，感谢。我感觉袂当明摘嘛，就是咱有一个本杂字叫作者文摘吧，就是即个摘嘛，摘落来，讲即个字嘛，所以袂当明摘落来嘛。查看卖吼。这字其实迄个文摘应该是读文摘，较对，应该毋是文摘。文摘哦，因为这字文摘应该是迄个从华语过来啊，咱叫影响。
伊迄字无知诶音嘛。是。啊，嗲这个字就是有竞选的意思，嗲这个字，以上甲大家补充。感谢阿扁，感谢香蕉，感谢大家，感觉有。是感觉伊拄啊迄个括号内底迄评价，个侧义连篇，字不达意，来不令就读是安尼念嘛。最后其实不令就读，我是安尼念，我有安尼念讲对。其实这四字吼，你若是直接去查是无这四字啊，所以就是为华语翻过来啊。因为这四个字内底敢若迄个字吼，大概读音的有感觉足摇曳的，所以我去查迄个国字的音是注 CHUT， 不令注读，对。注读，好，多谢。好，以上就是这三句其实用台语读起来真奇怪。但是这若是迄个啥物布袋戏样内底，伊拢讲了足溜诶。毋对，安尼即拍感觉有好，那么第五拍阿秋讲要来试看觅。好，自入戏是自由时报、姊妹报、英台台北时报的副总编辑乌主啊，食过河，伫华文报纸歪理一大堆，真典真闹气，实在袂堪得，互人家伊批，因为所讲的迄5点颠倒充分表示，伊是一只100%的华语三文主义滴，嘛互人看出伊的真面目。毋知家己臭头歪喙皮，嫌人面肉水果碰皮。伫台语世界的人，啥人讲话需要先将台语转换做国语来思考，才会当写作文字。家己毋捌台文，敢讲外行话，毋惊人爱笑。本人就是台语思考用台文表达的，倒来读界、志界现象，做一个伫大学做 lecture 的少年家，伫台湾出世，毋学台湾话，故意忽视台文出版品，毋愿思考，随意出口，骂真是伊的台湾人，咱会当安怎甲推想？伊袂晓的、毋愿学的、袂愿学的，拢是歹的、鲁的。这是中国人的典型，毋捌字，搁兼无卫生。咱要问伊几个问题：随时这个国家的语文政策是安怎？你敢知？比利时、加拿大、英国的瓦尔斯加、斯科特兰真遮个国家的语文政策阁是怎样？你知无？面对碧阳先生冤家数十担出狱了后，为文要求还我正义，你敢问伊写的回忆录是毋是受迫害意识下的产物？第4甲第5点阁较无法度通过实证的考验。即款的言论，伊起敢伫其他正常的多语社会提出。多谢。感谢秋甲咱读个即拍，大家敢有啥物所在、啥物意思要讨论？敢有？同尾蛇起感，我会读起感，对。过来就是有一个真好耍的所在哦，就是出狱了后，维文要求还我正义嘛吼。这个维文是伊是讲，伊华语的意思是讲写文章嘛，讲还我正义嘛吼。但是这敢是迄个成大迄个蒋委员长，蒋委员高手吼。对，真好耍吼，拄啊好讲的，安尼也解说嘛是解说过吼。过来就是，小嘉，上英语课啊，记得。
倒一个 lecturer， 咱这边会晓讲英语讲啊比较较好诶人袂少呢，无我来献丑一个安尼吼。lecturer 就是迄个讲师啦。啊，英国诶 Wales 甲 Scotland， 以上这3字对无？感谢。感谢两字，感谢小嘉甲咱上诶英文课。感觉有？就是，安尼敢有听着？有，拄则，就是拄则听着迄个字，就是若是我会读变调，就是譬如讲第5纸，伫台语世界诶人，毋过我拄则听着读诶是读字无变调，我是会变调啦，大家参考看觅，多谢。感谢明如。明如，安尼是对诶，但是吼，这阿秋伊诶迄个宜兰腔。是安尼，歹势，我毋知啊。咱若听久吼，咱就知啊。我这进前我嘛有我嘛像你安尼讲，是毋是爱变调？但是就是宜兰腔较特殊吼，所以这是台语好耍诶所在。所以宜兰腔读字拢袂变调，拢会读字安尼啊，拢会读第7条。阮家己讲诶人拢，家己宜兰，阮家己毋知影。安尼好。迄个阿牛嘛是安尼讲。有当时你若听起来吼，伊有当时我感觉听起来足像第9条，华文对，迄听起来足像7得要变9啊。好，以上。感谢两字，真趣味。感觉有？好，那无第6趴，我来。好，感谢小嘉。我读较煞好啊，因为最后一趴只3纸尔，吼。OK， 开始。其实伊诶问题家己嘛已经讲过啊，可惜无自主之明。伫即篇文章刊出以前一礼拜，伫英文台北时报社论版，伊有写过一篇 The Book Critic Who Do Not Read。伊要抱李登辉是伊诶自由，但是咱对伊写诶某文会当看出伊完全毋捌看过咱遮侪人多年来所写有关母语参境诶文章，款无知诶程度，竟然阁有即款勇气写，实在有够可恶。伊显家己诶喙皮，显甲喙歪一边，也毋知听。另外有一个外国人嘛甲伊显，这伊可能想袂到。伫伊诶文章刊出4天了后，6月28日台北时报阁刊出法国 Paris 观察人报 Observer Paris 将亨利写诶 The Tyranny of Official Language。伫即篇内底讲到法国民族主义者同款有即种坚持法文优越诶沙文主义，致使法国国境内其他语言嘛受到无平等诶待遇，包括 Alsatian、Basque、Breton、Catalan、Corsican、Flemish 甲 Occitan 拢总即种话。即个标题用 tyranny 即字，正显示即阵人诶恶疾本性。台湾的外来政权抹杀母语的语文政策，朱先生，你敢讲毋是暴政？多年来，大中国主义者对台湾语文迫害的共犯结构，无确定，判禁处决嘛无确定，一时要讨棒，无遐尼啊简单。咱爱搁做的工课要真济，爱行的路要真远，咱毋通失志，咱要有真侪朋友会甲咱斗相共。上惊的是，咱家己毋振动。平是7月初7的台北时报，有一个住伫新店的外国人，叫做 Matthew Ward， 嘛甲遮的沙地扇喙皮，福建甲客家毋是方言。
因拢是 full-fledged languages， 甲华语 not maturely intelligible。中国蛇、猪、目睭、白福金，莫阁伫遐面茫讲话啦。原刊编辑注解：1999年7月8日，教育部决定90年学年度起，闽南语划掉，应该讲台语、客语甲原住民语列做国内1年的必选的新课程。以上，感谢小嘉，小嘉甲咱读一拍，读得真赞啊！小嘉甲咱读了一拍，大概讲有啥物所在、啥物意思？读较强要无法度喘气啊！安尼哦，辛苦。大家甲小嘉饲一个爱心，拍一个扑啊，紧呢，感谢。好，安尼小嘉甲咱读了一拍，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呢？我拄则较无确定的有2字，毋知大家敢会使替我想一个，就是第6趴的，我这是咩啊算啊？共犯结构迄个结构啦，结构还是结构？结构，好，感谢结构。搁有到后壁迄字盘根错节，我知影这是华语，就也是该准过，莫插伊。盘根错节嘛是会使啦吼，补题内底会讲即句，我敢若安尼无问题啊。其他诶就看大家有法度甲我掠包无？较尾啊，迄个 mutually intelligible， 迄个是言语术诶一个讲法啦，是讲两个语言，若伊咧讲你听有，你咧讲伊听有，安尼叫做互相会用理解 ，mutually intelligible。感觉有，对有请讲。我想要问拄则迄个结构顶一抓，迄个拄则敢若听到你敢讲毋是博证，毋过我即边可能感觉是假讲，毋是博证，毋知恁感觉咧？同意，应该是假才对啊。感谢滴路，感谢丹咯，感觉有一个较有诶，就是迄个即拍上尾啊算起来，1、2、3、4、5、6，平平是7月初7啊，较大敢若念平平，我会念平平是5变7，两个拢读7，以上。感谢龙姐，感觉有，若无咱一篇读了，第2篇。敢有人要来即看卖？面如。好啊，河洛台语是汉语的一种，是闽南语的方言。前言，去年第5届台语赢的时阵，我有指出讲，台湾建国的时，大省有需要建立新的语文历史观。这新的意思，就是台湾主体性的。就是爱突破迄个汉语汉人中心的语文历史观。今年伫遮爱深入探讨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关系语言的观点，尤其是河洛台语的语系归属的问题。历史观毋若有需要处理河洛话的问题，佫毋是单限制伫语言内部的问题，佫较有需要面对种族、血统、认同的问题。毋过伫遮，若是做伙来探讨语言甲血统这两种问题，是会互人引起困扰的代志。所以即摆要专门探讨语言问题、台湾人的种族认同定义的问题，要留点后摆的机会才来发表。感谢面如甲咱读一拍，大家讲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有一个1、2、3、4第4段，迄个较拄仔面如念具体吼，敢有具体？对，这个我嘛要甲确定的，大家因为具体拢捌听过啦，这毋知敢是迄个腔口差。这一个，第2个就是迄个血统，好，这个多谢我是不该确定，好多谢血统。
迄个具体吼是查有，啊，毋过具体我无看到呢，所以可能爱读具体哦。句还是区拢有人读啦，啊基就无啊。好，以上。啊，读拄仔迄个血统，头前迄个种族，我是读做种族，毋知有即种讲法无？有种族是拢有，因为像血统共款，因为统是汉文音啊，血嘛读汉文。我毋知影啥物是汉文音。文音白音啦。感谢啊，你们请讲。无啊，我是想讲，伊落举手是想讲要念后一段字歌嘛。安尼好，安尼请你们来甲咱读后一趴，感谢。汉语汉人中心主义观点的问题，中国甲国民党一直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海峡两岸是共一个民族，语文嘛会通。咱知影，因提起讲语文的因素，敢若是借口尔。真正的理由是要强抢台湾的财产，毋过语文问题嘛是着爱关注的，因为语文的通，所以爱统一。去看互中国说服的人，其实袂少啊，所以咱对语文问题着爱重视。毋过台湾由于独立上大的理由，毋是对中国来的。是因为台湾人内部对语言问题无啥物清楚的人，无啥物清楚的人足侪，有人包括独派人士相信河洛话虽然是独立的语言，毋过属汉语系是袂当互认的事实，即款的迷思，所以款人嘛定定无好认台湾甲中国。虽然是政治上爱分开，毋过语言上会通常来看是兄弟国家的事实啦。讲实在，河洛话虽然是独立的语言，毋过是汉语系内底种语言。迄款的讲法是即卖的语言界大部分拢有的共识。以上。感谢你们甲咱读的这几趴。啊！你们甲咱读这几趴，大概讲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讲迄个算是第三趴，你们读的第二趴。咱知影伊讲起语文的因素，敢若是借口尔。其他讲有啥物人要补充？我家己有问题，否认这我台语我毋知要安怎讲。会使读好人。照字读应该是好人吧？好人。本调是变调好人。过来迄个不过这段台湾也未独立，也未优美是迄个华语一款也未。过来迄个第三抓，毋过属汉语系过来第四抓未输未。无变质未输过来是个血统过来讲实在，河洛话虽然是独立爱合屯。好，以上。感谢两位，感觉有。伫迄个第三趴上尾遐重视，着爱重视迄个重，嘛是文音。感谢，感觉有，感谢你们。第一届来遮读册，就甲咱读遮长的一趴。第一届读安尼，实在是读了真好。第二，请讲。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迄个人啊，到底有合盾还是无合盾啊？就是人为的迄个人，好人的人。即马咧查甲两项拢有。我若是查人为的有合喙甲无合喙音。毋过若是查好人这两字，我敢若查到有合喙的音呢。毋过代志无熟，所以无确定。我咧读，我毋捌读，即个我拢无合盾呢。无合盾。人各有保守的是无合盾啊，台湾修的是有啦。好，我阁补充一下你若是去查迄个古字。
工字典有两个音拢有修，啊，台字就是无合顿。台字是修无合。好，感谢。好，以上。感谢大家。好，安尼咱刷落去。安尼后一波我来念好。好，请问要安怎称呼？我因叫我阿基啊。阿基是毋是真正有来过？讲听久。感谢。虽然过去的语言学界甲河洛话一直归类做汉语闽南方言的亚方言，阁有汉语是文化上正一致的统一体的看法。毋过1970年代以来，透过日本的哈西莫多曼达罗、美国的 Jerry Norman 等等的学者的研究累积落来，学界煞来承认河洛话粤语毋是汉语的方言，就是汉语系中间的一个语言。某一个语言到底是语言还是方言？这毋是按语言学客观的手术，还是语言本身的要求来决定？就是讲，迄个语言的人的意愿，还是国家民族所决定的。所以，所有的合做什么语言的行为，拢是政治性的行为。用同款的道理，咱会使你讲某一个语言属伫倒一个语系，无一定是学术客观的条件来决定的。颠倒定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讲，咱按迄个保特语系、Lithuania 语甲 Latvia 语，还是越南语的语系所属问题，你通看见语系所属问题，嘛是政治的问题的真面目啦。伫19世纪，保特语系的国族语伫俄国统治下，伫俄国统治下骹，互俄国语言学者就是特色正接近 Slav 语，所以归类做 Slav Balt 语系。迄表示讲 Balt 语系是属 Slav 语系下骹。毋过1918年独立以后的 Balt 国家，拢强调因 Balt 语无搁再是 Slav 语的一种，就是独立的伫 Slav 语系以外的另外一个语系。越南嘛是提供同款的例。越南过去是中国的属国，越南话的结构甲汉语官话组成，所以19世纪以前有人就是汉语的方言。毋过越南伫战后独立以后，利用法国学者的研究，强调讲毋是汉语方言，嘛毋是汉语系。即摆越南话已经归类做Mon Khmer 语系，已经宣布脱离汉语系。毋过真趣味的代志就是，对 Russia 人来讲，Balt 语犹原是 Slav 语的一种；对中国人来讲，越南话犹原是汉语系独立一支语言。今日语系所属问题犹原有争论。伫迄款的情形来看，属倒一个语系本身嘛是政治上，毋是语言学上的争论的对象。真感谢你甲咱读一拍这么长，读了真好。甲咱读了这几拍，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我想伫第二段的第二项，应该是客观的抽象，安尼。我敢若毋是抽象。我看到第一，我看到头一个是手，我就甲读到手术啊。对啊，感谢你们，感觉有，同志感有。有啊，足欣赏的。越南遐搭脱离汉语系，好足欣赏的。好，那无问题。敢有啥物来甲咱读一拍？阿明，换你啊。好，汉语是啥物款的语系？准讲河洛话是汉语系的语言，安尼汉语的界限定义
范围是啥款呢？汉语系嘛有足侪款，有外话敬语、回语、乡语、赣语、吴语、客语、闽语、粤语所谓的九大方言区，毋若无共的方言互相袂通，过来共款的方言内的电腔互相袂通。日本学者还是摩多面达洛1978指出，官话中间上西北方的东干语甲上南的广东话互相之间，毋若发音语序无共，连伫文化结构上嘛无共，颠倒地理上的距离真接近的无共语系的语言，因的特色互相接近。比如讲，广东话甲隔壁广西的壮语互相之间，也是东干语甲ál泰语系之间，因的特色较接近，所以还是无多按基本语序、形容语序、排序表现比较文、古、则对别词的种类，表现 tense and aspect 的形式等等足侪的角度，比较分析汉语甲周围各非汉语语言，安尼就指出汉语系是无啥统一的特色的语系，还是无多突破传统汉语教的中原中心的成见偏见，大声证明出来广东话甲壮语的密切的关系。过来比较共款是毋是汉语的字数占一成的河洛话甲白语，湖南大理的汉化程度真深的少数民族语言，则指出讲河洛话甲白语的汉语化的程度无啥无共，但是河洛话归类做汉语方言，白语归类做毋是汉语，就是语族。迄就是因为人看到河洛话的时阵，只有看见占9成的汉语的部分，安尼叫做河洛话是汉语。讲到白语的时，只有看见占1成的非汉语部分。安尼就讲白语毋是汉语，安尼伊显示出过去的汉学家的矛盾甲相定基准的问题，还是摩多因某的委干的这一点Norman的研究结果对解体汉语的历史有足大的贡献，因的贡献已经伫世界语言界接受。连中国的学者嘛加减有接受，毋过真奇怪的，就是台湾的学者比中国的学者更较保守反动，有人甚至毋捌听过哈希莫多的理论，嘛有人敢接受伊的理论，有人犹原固执河洛话是汉语系的语言，还是方言的立场，实在无konkr快的观点，台湾的学问进步伫倒位？后期继续。好，以上。感谢阿明，甲咱读了这长的一趴，大家先甲阿明饲一个爱心，甲拍一个扑仔紧呢。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都有听到个突破伊，我会念突破。个突破这两字我无确定这边方面。敢毋使请阿玲搁读一解？嘿，我是读突破。突对啊？嘿，对。毋是突吼，嘿，可能有人会去互迄华语影响着会读做突，啊，毋过是突。好，感谢。感谢你们，是你们吼。感谢你们阿明甲小嘉。我要讲的迄个事是第16趴第3节，毋是汉语的这两个字，台语有首叫字类以上，无啊？你讲迄两字个智慧是咩？字类，二分条二下。免写字。这个类吼，词类词汇啊，词类，啊，搁有一个类音保感，嘿，这个类，嘿，啊，搁另外还搁有两个吼，距离还是距离，日本学者这段的第3章，地理上的距离啊，距离，
迄个阿明是读技理啊，古理敢会知？吼，这第一个，过来就是迄个所以下骹迄个所以学习模都按基本语数形容词排序啊，排序这较多安怎念？这是毋是华语？这敢有迄个代志敢有收？代志无收。哦，还无收莫插的。古理拢有，拢会使吼。好，感谢。感觉有。共一拍迄拍，所以迄拍，迄个敢是第二段的头一个字，迄个敢是个做？是。好，感谢。感觉有。我想要问讲吼，就像上尾啊，什么语言是迄个是是个迄个意啊，意思迄个台语到底是几个音？甲条啊意思，汉语系语言是还是是？因为这个我都用以前我们讲是。我拢读是。这八个字吼，有迄个 AH 啊 ，AH 还有 IAH， 嘿，有是是拢会使。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无一定爱阿明读即寡，这两篇拢会使。还是你有啥物感想要分享嘛会使哦？若无人讲，我来讲者好啊。就是迄个第一篇迄个作者朱立丕老师啦，伊我捌拄过伊几摆啊，嘛听过伊的演讲。伊对即个韩国的转型正义啊，甲迄个因威权时期的即个历史，伊是认捌真侪啦。毋过其实有一摆我去听伊演讲结束了，我有甲伊问即个母语的问题。我有甲伊问讲，母语的转型正义敢是对伊来讲，我是想要知影讲伊的想法，毋过伊无讲甲足清楚，所以迄当阵我是毋知影讲伊捌过去甲捌伫即篇内底，迄个状况有讲过即种话啊。毋过我是感觉讲，其实伊对即个台湾的转型正义甲韩国做比拼的研究是做不遮济，应该是会使讲，伊是上早开始做即个研究，韩国的转型正义的研究。那有兴趣当去看看伊的文章啦，就是讲资料是是真正足济。伊做的一寡研究内底，譬如讲迄个日本时代蔡水月甲即个韩国的武者，迄当阵韩国上厉害的迄个现代武者吼，因迄当阵是日本人，连日本人拢认同迄个日本韩国武者叫做崔成喜，日本人拢认同伊是足厉害的，可能是全亚洲上厉害的武者。伊会当到即个有迄个啥有才调到即个程度。其实伊甲蔡水月甲迄当阵规个亚洲的即个左派的知识分子，其实拢有真侪指接。朱立丕教授伊的迄个研究内底嘛有做对这部分的说明。我感觉是伊的做的研究是真重要。毋过我感觉应该是讲，对伊来讲，用中国话来做研究这项代志，这个工具是伊上好用的工具，所以伊对这个要改用做母语这项代志，可能是感觉是毋知是毋甘愿还是安怎坏滴。我感觉应该是有这种心情啦。嘿，再甲大家补充一下，以上。感谢丹咯，甲咱来分享。大家讲有啥物要回应，还是讲你嘛有啥物感受？我敢会使请教丹咯啊，就是你讲即位朱立丕先生吼，伊讲伊对这转型正义有贡献，毋过伊进前伊写的迄5点，就是即篇头一篇的作者，最生气的这5点，你感觉伊的行为甲伊写出来这5点敢有冲突啊？对啊，好，以上。我其实感觉就是
真矛盾啊，就是伊做诶代志甲伊写诶这个文章，其实安尼看起来是足矛盾。啊，毋过因为伊是1954年出世诶，伫台湾出世诶，所以我对伊来讲，所以我拄则讲诶，就是对伊来讲，伊出世就是用中国字即个语言做伊诶，算是讲伊做所有诶研究上重要诶语言。啊，有可能因为我无查到讲因兜诶因爸母是为中国来，是拢一道啊，就是讲变做讲伊上重要诶语言工具，伊使用诶即个学术研究诶即个语言，就是中国话啊。啊，伊若是叫伊讲，伊甲所有遮个研究全部拢爱另外个用台语的版本，还是讲母语的版本，伊一定会是足痛苦的。所以我感觉讲，就是伊应该这边安怎讲啊？就是讲伊有即个足大的利益用中国话做研究，所以你要爱伊同意讲用母语来做伊研究的另外一个做一个版本，我感觉这对伊来讲，伊就足唔甘愿啦，所以才会写即种文章。毋过伊尾啊，应该是安怎讲？我去听伊演讲的时阵，伊嘛无啥咧讲台语，所以变做讲，伊可能是足坚持讲，怀疑伊就一直用即个中国话做研究，啊，用中国话去写遮诶研究的文章，甲即个分享，吼，啊，伊就无要改就对啦。啊，毋过我感觉讲就是，咱无法度去勉强伊讲伊一定爱安怎，啊，毋过应该是安怎讲啊？好诶做法就是咱家己会当甲伊所做的遮个研究读较透，啊嘛会当咱家己来用台文来写，用台语来讲，我感觉这是上好的做法。嘿，啊，伊要安怎？我感觉迄就是伊的自由啦，无毋对。啊，毋过就是怀疑就是伊即马卖个走出来讲，就是反对咱杀母语即项代志。伊若要出来反啊，当然嘛是爱甲伊争。啊，毋过我感觉是伊早已经互安尼警惕过啊，伊应该是较袂安尼啦。嘿，以上。好，感谢丹露甲咱的分享，感谢小嘉。大家敢有啥物感想要分享的？那么，我今仔日来做一个底尾。咱读册会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有啥想法，会使甲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俗谚甲倒数的台语插榜，倒数的台语插榜有新的单元，台语白话字基础发音。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后礼拜再会。多谢再会，再会，大家晚安。晚安啊，再会。